第141篇，莫須有的罪名。使徒行傳21章27至28節。那7日將完，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裏，就慫動了眾人下手拿他，喊叫說：以色列人來幫助！這就是在各處教訓眾人，糟踐我們百姓和律法，並這地方的。他又帶着希臘人進殿，污穢了這聖地。保羅嘅佈道事工真係困難重重，因為佢以前曾經逼迫教會，以致當佢信主之後，雖然生命已經改變，但佢嘅誠信喺初時仲深受耶路撒冷使徒嘅懷疑。之後經過巴拿巴嘅牽線，最後可以同大家和好，佢先至正式加入耶路撒冷嘅佈道團，然後開始履行佈道嘅生涯。然而保羅嘅事工仲係遇到唔少難題。第一，喺神學嘅觀點上，保羅同耶路撒冷嘅使徒有明顯嘅差異，佢必須要用好大嘅力氣去加以解釋。第二，保羅喺外地嘅佈道多次遭受生命危險，喺以哥念被打，以致暈倒在地，啲人以為佢死咗。喺哥林多遭受恐嚇，哥林多人話要取佢嘅性命。喺以弗所同亞底米神廟相關嘅商人，因為生意大跌，就組織起嚟要殺死保羅。可見保羅嘅佈道事工實在係困難重重。今日嘅經文係講述保羅嘅一次經歷。呢次佢喺佈道行程完咗之後，返到耶路撒冷同其他使徒會面。可惜有反對保羅嘅人聽聞佢到咗耶路撒冷，就由亞細亞落到耶路撒冷，再一次要剷除佢。當時保羅喺聖殿入面，嗰啲由亞細亞嚟嘅人衝入聖殿度，捉住保羅，即時控告佢2項大罪。第一，呢個人喺各地教導外國人，踐踏猶太嘅律法。第二，呢個人曾經帶住外國人進入猶太人嘅聖殿，污穢咗佢哋嘅聖地。其實呢啲都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保羅並冇犯到以上嘅罪，但係人已經被捉咗，佢亦都只能夠束手就擒。保羅嘅旅行佈道就喺呢度畫上咗句號。同樣喺我哋嘅生活入面，亦都會遇到好多無可奈何嘅情況。然而呢一切神都係知道嘅，亦都係喺佢嘅旨意同計劃入面。面對人生嘅無奈同無常，我哋都要學習接受同放下。